林妹妹，到这里来看你来啦。这真是长苗不见土地深，两分天看地火啊。宝姐姐，请宝兄弟请。宝兄弟，你经常带的那块牛，三声听声，恰比人细细上进步。今日都让我上街上街。好啊。我是磨坊先生很长，我是磨坊先生很长。你也看你不对做什么？我看这两句话，到姑娘经书上的两句，是一般意义。哎。宝姐姐，听说你经书上面也有几个事，今天也让我上街上街。不要听他的，没有什么事。好姐姐，你看了我的，去个姑娘人家看你的呢。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只是上面也有两句吉利话罢了。不离不弃，放你永结呀！这两句话都是要和我的写对喽。好香啊！宝姐姐，你的衣裳熏得好香啊！我最讨厌熏香，好好的衣裳为什么要熏你？那是什么香呢？像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宝姐姐，借我一碗尝尝吧。你又胡闹了，要怎么可以好吃给你？这香气好闻嘞。宝兄弟，林妹妹到直播时还晚没有回来，我不等她了，改日再来访她吧。好，我送宝姐姐出去，改日再来吧。宝姐姐，请。宝兄弟，请。你教为什么啊？你教为什么啊？